上翻身先同自己洗腦，同自己立個超勁嘅人設，雷布斯又好，查理芒格又好，然後將自己套入呢個人設入邊，學佢點講嘢，學佢點做嘢，學佢點生活。嗱，堅持3個月，你一定好 surprise 自己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，你已經唔係原本嘅你，進步好大，越嚟越似你個偶像。聽落係咪簡單到有啲唔相信呢？其實呢個人設套用法咧係基於科學原理嘅。首先，人嘅心理係會受語言影響嘅，講出嚟嘅嘢唔係講完就算咯，係會直接影響你嘅思想，甚至影響你做事嘅方式。你一日腎窮咧，唔知點解就真係點做都冇錢剩嘅；一日腎壓力大咧，周圍啲壓力就會越嚟越大，個個都好似同你作對咁嘅喎。一日腎自己身子唔好，好快就依度痛嗰度唔舒服。你可以講呢啲係心理暗示，亦可以講係費斯汀格定律。嗱，簡單講就好嘅唔靚，醜嘅靚。你觀察下身邊啲咧，做咩都順風順水嘅人，會唔會一日捱聲咧？講得多，你個腦會記住嘅，所以唔好一日話自己肥，講多咗你個腦會幫你確認你就係個肥仔，最終你會成為咗一個喐到懶得喐嘅死肥仔。嗱，人都係自證傾向嘅，潛意識會好自覺咁證明自己講嘅嘢係啱。我係一個惜時如金嘅人，為咗呢個人設咧，我會搏命做嘢，半個鐘為單位幫自己去 set 任務，閒話都唔同同事講多兩句，去廁所來去匆匆，每日係俾呢個人設係推住走嘅，時刻提醒自己，我就係嗰個惜時如金嘅人。成長本質就係對舒適區嘅挑戰，做自己過去唔敢做、冇去做、做唔好嘅嘢，而你 set 嗰個人設就係逼你自己打破舒適圈嘅最好目標。可能你呢世都唔會成為雷軍、成為馬斯克，但你一旦假裝成為佢哋咧，你就會好自律、好努力咁學習商業知識，學習點去帶團隊，不斷去提升自己嘅見識，提升自己嘅情商。慢慢你會發現自己越嚟越似樣，你對自己滿意度亦會大幅提升。嗱，邦哥冇能力幫你成為雷軍、成為馬斯克，但我相信屏幕前面嘅你，無論喺社會嘅邊個階層，而家際遇點，你身上都有無限嘅可能性。邦哥鼓勵你假裝成為你嘅偶像，每日用佢嘅方式去生活、去做嘢，用佢嘅標準去要求自己。你未必可以成為佢，但日子有功，你會慢慢變成你自己想要變成嘅嗰個人。我係真心想你好㗎，加油，bro！